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关心的脚跟足弓的健康，了解了说脚跟足弓有哪些类型，然后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以后这一集呢，我们要来探讨说，到底怎么样让我们的脚跟足弓达到最佳的状态？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足弓矫正器，让我们的脚呢能够保持最棒的、最好的健康呢？好，这一集一样邀请到2位专家到节目当中。那我们首先欢迎的是中华医事科技大学调理保健技术系的助理教授黄月珠博士。大家好。欢迎黄博士。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宏威科技集团，也是足部矫正科学保健室专业课程的讲师。我们欢迎谢宗宪总经理。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2位哦。好，那我们上一集有探讨很多有关于脚跟足弓的问题。好，那其实一直在讲的过程当中哦，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很想要问老师啦哈，那就是呢，因为知道我们就是在主持，不管是活动啦，还是参加一些什么典礼，我们常常会穿的就是女孩子最爱的这个高跟鞋。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高跟鞋真的好高跟好细，但是呢，它穿起来真的很漂亮，所以呢，年轻的时候就不管怎样，就是穿着，然后有时候典礼哦，或者是主持一些活动，站好几个小时，我都这样穿着，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后来很悲惨的，就变成拇指外翻，对不对？老师，我们穿这么高的高跟鞋，是不是会拇指外翻？所以现在呢，我就把这个高跟鞋丢了，不穿了啦。除非就是说我刚好就是坐在这里都不要动哦，那我就是穿着好看。但现在呢，我其实自己也是换穿这一种宏威的信息能石墨烯矫正鞋，我穿了大概2个多月，我觉得差很多。我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说真的不会痛了。所以我现在高跟鞋我都不要，就是当装饰用的啦。老师，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脚，除了说我们自己先天有一些缺陷以外，后天就是像我这样子爱睡、嘎嘎跌卡有派气，是不是也会产生脚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很多人的，就是来就医的，或者是对脚有问题的，他无外乎就是足底筋膜炎啊，或者是所谓的就是现在就是大脚趾的外翻。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说脚趾的外翻有五成是先天的没有错，可是有5成是后天造成的。就像那个穿高跟鞋，其实高跟鞋呢，各位可以试想哦，就是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的时候有介绍到的空凹足。就是高弓足，对，也就是说它相对而言，它就是一个硬邦邦的脚，然后又垫脚尖。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脚呢是在支撑我们的人体的。我们人体就像那个双塔，应该说双塔，对，2只脚，然后就要撑起我们的整个这样塔，而且中间呢要骨盆把它串联起来。所以任何一边只要出现了问题呢，它就会来个不稳。更何况如果是2边呢，那你现在呢是人家地基都是越来越大。但是高跟鞋为什么你会觉得好看呢？是因为它把整个视线来看，把你的人抽高了。对，你抽高在比例上，你就觉得哦，这变得很高，比例很漂亮，maybe 就变成9头身呐，哈。是啊，但是啊，你走路起来的时候，当然走路起来，如果你又穿裙子，你会骨盆是不稳的。因为你下面地基没稳呐，你走起路来就骨盆就在摇摇晃晃，摇摇晃晃。那如果有裙摆，就叫婀娜多姿。对，没错，这样看起来是很漂亮。对，但是就是漂亮一时，伤害一生呐。对，也就是说，它就在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基准点上。好，年轻的时候可能还 OK， 你的肌力啊、柔软度都很好啊，那你还可以吸收这样子的不对的，就是直接来地上撞击而来的这些力量。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抵挡，就是时间上的摧残。没错，所以时间一久呢，也许是你又站一整天，我觉得这个在各个骨头上面的应力呢，相对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尤其首当其冲哦，当你是垫脚尖的时候，首当其冲一定是膝关节。
对，所以膝盖所会不好。以有很多的膝关节的退化性关节炎也好，或者是后面衍生的 S 型腿，其实有很多原因也是从足弓而来的。对，没错，所以这个高跟鞋我现在就是用来坐着露营用，还有拍照漂亮用。是的，对，要不然就是走一小段路马上脱掉用。对，就是刹那的漂亮，我不要换来很久一辈子的疼痛。对，那我现在就是有穿这个我们信息能石墨烯的矫正足弓矫正鞋，然后我现在穿起来就是其实真的怎么讲，跟高跟鞋差太多了，然后走起来很舒服，而且它有特别针对我的那个足弓嘛，所以我现在走起来就是不会之前有那种拇指外翻的疼痛。我那时候还很担心说我需要去开刀，那现在走起来不会痛，我应该就是不需要去开刀了。是，对，逻辑上为什么会是足底外翻？因为你不是先天的，你的父母亲如果没有，而你有，那一定是你造成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你在一个不对的，因为骨头在一个不对的位置下面，它会去做旋转，尤其是我们的舟状骨塌陷之后，距状骨也跟着塌啦。那这个时候呢，你下面那些足底的小肌肉，它不在对的位置上面，它本来应该是在外展的，它变成内收去了。久而久之呢，你就一直脚就一直偏过去了。事实上那个都是因为你的足弓造成的。所以追根究底，有些人就去把那个脚趾头给撑开啊，说是甚至穿夹脚拖啊，那都是不对的，因为你是从看出来的表征上去下手的，可是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它的源头是在于你的足弓的不稳，或者是太高了。那太高或不稳，我们要找一个非常合适的把它给支撑起来，这件事情那才是重点。对，所以其实很多人有穿过这个信息能的石墨烯足弓矫正器，那穿了以后真的像我个人就觉得真的很好啦，我真的很感谢。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也不是随便讲一讲，这个真的有得奖。来，我们总经理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得过哪些奖。最近呢，我们2.0就是最新的这个2.0的足弓矫正器。那我们今年呢，国际发明展的部分呢，我们先去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那我们得到了金牌。那除了得到金牌之外呢，还特别马来西亚代表团呢特别青睐我们的足弓矫正器，真的太棒了，给我们马来西亚代表团的这个特别奖的部分。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在今年呢还去了马来西亚市场马来西亚ITX 的国际发明展有得到金牌奖金牌奖的部分也都有得到所以呢。在2.0足弓矫正器的部分的话呢，因为今年我们国门才刚刚慢慢的开放，所以呢，在国际发明展的部分呢，在陆续在举办。未来呢，我相信我们这个足弓矫正器协助最新的2.0呢，也会在其他的比较知名的还有代表性的国际发明展呢，也会得到很好的成绩。对耶，这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哇，要得到那些奖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总经理也跟我们深入一下介绍这个2.0版的信息能，然后石墨烯足弓矫正器它的特色到底是有哪些？好，那这个足弓矫正器的部分的话呢，量你的脚去配置你这个足弓矫正器，那里面有7大特色。那7大功能的话呢，其实就好比呢，你使用这个足弓矫正器的时候呢，有4个非常专业的师傅在你身边，无时无刻的在照顾，在调整你的整个身体的状况。那第一个呢，就是呢，它依照矫正器的形状，然后呢，去调整你脚的52块骨头。那所以它算是一种矫正我们的骨架的整脊师的概念。因为当你的脚变正了之后呢，你的膝关节、你的腰，甚至你的脊柱也会跟着慢慢的，就像盖房子的原理从下面慢慢的去调整起来去让它变正。所以它第一个呢，就是整脊师在你身边呢照顾你的身体。那第二个呢，它有远红外线的材料在这里面。那远红外线呢，它是促进血液循环活化细胞，那就好像是一个长时间练气功的一个气功师傅了，在让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变好的，所以这是第2个叫做气功师傅。那第3个呢，就是呢，他量你的脚去配置你的足弓矫正器的时候呢，这个点刚好点到我们脚底唯一的穴位，叫做涌泉穴。
所以每走一步就像脚底按摩一次的感觉哈。所以呢，它就很像一个第3个师傅，就是足底按摩师。那第4个是什么呢？它里面有添加负离子还有银离子的材料。那负离子的话呢，它就是能够净化空气啊，银离子就是做杀菌抑菌的一个效果。所以就是呢，第4位师傅就是抗菌大师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第5个非常重要的师傅，就是他会依照你的整个身体的依照你的性别、年龄还有自身需求，然后呢去让你做信息能的不同的信息给你的一个调整信息的调整所以这很像一个精准的一个养生的师傅在这里面帮助你调整你的身体的状况。那所谓的信息能是什么呢？所谓信息能就是呢生物讯息加远红外线。那就是生物讯息呢，就是我们常听到了所谓的一个，就我们把它比喻成，我们都喜欢把人比喻成一台车子啦。那远红外线呢，就很像说这台车子的油门。所以当你远红外线呢，越能量越强在你身上的时候呢，你的精神越好，你的体力越好，气功就很像一个气功师傅在你身上打气一样。那它就是所谓的它就是一个油门的概念。那生物讯息的话呢，它比较像是你在这台车子装了一个叫 GPS 导航系统，就是呢，让我们这些好处，刚刚讲的那6大好处呢，会告诉你要去哪里做，它的一个共振发挥跟它的效用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7大族群。那这7大族群的话呢，就是依照了我们整个年龄啊、性别啊，还有自身需求的部分，所以它就有从 G1 到 G7 不同的一个年龄、一个族群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方向进行。客制化方向。举例来说，譬如说，G3它我们就把它定义在阳光少年，就是针对12岁到20岁。那这段期间的男性的话，大部分都是12岁，都是进入青春期了。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希望他能够让他青春期，当然希望能够长高啊，还有整个身体的讲思绪灵活啊，还有所谓的他的一个最重要是。它就是肠胃功能吸收好的部分，所以我们就针对这几项呢，去帮他做加信息的一个加强的部分在这里面。所以它就有7个不同的族群然后做一个客制化。客制化部分，所以这双足弓矫正器协助的话呢，不是只有依照你的脚型的长度跟宽度去配置，还依照你的性别、年龄、自身需求，这叫客制化。所以意思是说，这个足弓矫正器只能你穿别人是没办法穿的哇，客制化对啊，而且不止矫正我们的足弓对我们身体其他的健康都有顾到是。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足弓矫正器它还有融入现在最新的科技，就是 AI 的科技嘛，那就是这一个2.0的数位拓印版分析仪这个部分，我们要请总经理跟大家做个说明在以前我们在在量你的脚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油墨式的方式，就是需要纸张、需要滚轮、需要墨汁，然后去做拓印的方式。那因为现今全世界的趋势都每一个企业都是要走向 ESG 的这个方向进行，所以环境保护的方面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想说，如何呢能够减碳，又能够让我们这个产品跟现代最新的 AI 的技术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花了大概将近2年多的时间去做设计这一块。那设计的时候，其实在 AI 拓印版的部分的话，其实它没有很困难，但是困难是在哪里？困难是在于 AI 系统。AI 系统需要怎么样？需要说，因为它是大数据的一个资料库，所以我需要的是长时间给它喂资料，需要写程式的部分。所以呢，它就在今年呢，我们正式启动。那这 AI 数位拓印版呢，它有什么特色的话呢？它一开始的话，它是不需要纸张。不需要油墨，OK， 更不需要滚轮。那不需要这3个东西的话呢，它就省很多咯。因为纸张的话，其实也是在减碳的部分嘛。那油墨的也算是嘛。所以呢，我们就是设计出了这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AI 拓印版。那这拓印版非常简单就是呢，当这个顾客来的时候呢，我们只需他站在上面去做量角图的动作。那如果量错了，或者是要重新换另外一个量的话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呢，把上面擦拭干净之后呢，再把它拉起来，然后再把它放回去，它就达到一个归零一个状态。把它拉起来，
再把它放回去，就达到一个归零的一个状态。是哦，所以呢，当你足压下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什么压力点。所以有压力点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个有压力在上面。是当你印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最新科技，就是只要具备有上网功能的装置就可以了，比如说手机、平板或者是iPad 等等这些的上网工具的装置，然后打开相机，然后呢拍照上传。那拍照上传之后呢，它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看这边看一下。好 ，OK。它会呈现呢，你整个拍照一上传了之后呢，它会呈现一开始它会呈现这种状况，就是你刚刚一开始拍照的样子。那拍照样子之后呢，电脑呢它就自动的话呢，它会把它变成说自动做转换，变成这些的一个样子会出现。那以往的时候呢，用纸张就只是一个黑色跟白色，一个深浅的一个代表。但是呢，我们现在加入了什么呢？加入了颜色。那加入颜色之后呢，当你的颜色呢，压力越重的，它的颜色呢就越深。那压力越浅的颜色就越接近蓝色的部分。那每一个颜色其实都有所谓的，因为电脑软体需要数值，所以它是经过拍照转换成数值，数值再转换成这个图片，再把它带入在这里面。那除了带入这里面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呢？还会有显示出这个顾客呢，他的左右脚的他的压力。左脚他压力是多少，右脚压力是多少？那就可以显示出你大概有的人他是习惯是站3、7步的，比如说站这样或者站这样。那这种都习惯上，或者是有的人他的一只脚是受伤的，不敢出力，就会造成说他的压力不一样。压力不一样。所以像这个他的这个 demo 测试出来，就是他的压力是左脚是38，右脚是62，你就发现哇，就很像地基两边，一边是比较重是38，另外一边一边比较轻是38，一边比较重是62，两个会不平均，就很像一栋房子你的地基不平均的概念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之外呢，它还可以计算出你的整个足弓你在站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脚都走路有内八跟外八嘛，所以当我们人长期走外八字的时候呢，会有产生所谓的膝关节或不当的磨损啊，或严重会引起所谓的 O 型脚啊，那如果内八字的话呢，也是会造成膝关节的磨损，还有造成所谓的 X 型脚的概念。所以这里角度都会有告诉你有多少的角度，也会告诉你标准角度是多少。会是多少的部分 ？OK， 那还有什么呢？还会有告诉你说你的脚是属于什么样的脚型？就刚刚我们的黄博士所介绍的，就是有高弓足、有扁平足、有正常足的部分。对。所以当一个顾客来做量角图之后，那 AI 的系统就用一个非常客观、非常又具有数据的东西，非常精准的告诉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状态。除了这之外，还有走路啦，你的脚是一直是外八字还是内八，还是偏右还是偏左？还有所谓的偏前面跟偏后面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会依照这个的部分，依照这个的部分呢，我们会做所谓的我们的足弓矫正器的配置跟定做的部分。所以我们都依照这个AI 拓印版、数位拓印版的部分来进行，它就是一整套的一个概念。一整套概念。哇，谢谢总经理帮我们做介绍。所以老师，你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尤其2.0版的是它还加入信息能跟这个石墨烯嘛，这个足弓矫正器，它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民众维护脚的健康吗？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各位试想就台湾是个地震带，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对不对？它的防震系数多少？那我们的身体防震系数是多少？看哪里啊？防震系数看多少，看哪里这件事情，你这套你这个臭皮囊可以用多久？这件事情就是跟养生有关系。可是不管如何，先不要去损害它嘛。其实刚刚总经理就谈到一件事啊，我们很多人其实是不平衡的，其实也不知道，他就这样子，然后慢慢磨损了，等到真的要换膝关节了，才说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去了解自己。那我觉得大家给自己机会啊，先了解一下自己怎么了？那自己怎么呢？先了解自己的防震系数有多少。对，那防震系数呢？也就是说你压根就是一个软趴趴的脚，跟一个硬邦邦的脚。那衍生而来，你全身的酸痛，首先还是先从脚开始看起。那这个时候呢，刚好你知道了，最怕知道没办法，那不就没救了。
那刚好啊，我觉得宏威集团真的造福蛮多人的，因为它非常的客制化，也就是即使你左右两边不一样，你前组后组同一只脚，前后组两边压力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给予平均分担压力，让我们可以非常走每一步路都是非常的轻松愉快，还可以唱着歌。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啦，树根啊够栽哦，你唔惊树尾最红胎啊，对，所以是这个我们的树根哦，就像我们的竹弓一样，那所以呢，如果这个竹弓它是可以很好的抓地抓得非常好的，那你上面怎么摇晃，其实都很好啊，我们还是会过得非常不错的人生啊。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想要来定制客制化的属于自己的这个足弓矫正器，来总经理跟大家介绍一下要怎么定制呢？现在我们就先量角图，然后去分析出来你有什么的状况，然后接下来你确定要使用之后呢，我们就当然会进入选鞋款的部分呢。是那鞋款的部分，我们当然是希望你可以选择比较包覆性比较好。然后呢，不会有我们的整个鞋底尽量是比较平整的不是所谓的高弓，不是所谓高跟鞋的概念。我问过蛮多女性，尤其是穿一整天过后，尤其是像操劳一整天过后的女性，穿了高跟鞋那一整天。她回家会不舒服的是，从她的小腿到腰椎到肩膀，全身好像酸痛的样子。对，所以就是造成她的一个问题就会产生。对，那其实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地基是要平的，是地基平的，所以我们有设计出非常多适合顾客穿包覆性的很好的鞋子，所以我们有建议顾客要买什么样的手购鞋款啊，也都有。那也有一些女性会想说我可能她会依照场合然后想要穿一些比较有跟的鞋子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有设计，对，但是我们设计的是原理是它外表看起来是有跟着，但是它鞋子的里面，它是一个比较平整的样子，所以呢，它就不会造成说它会整个力学就是从重心往前倾，然后变成肩膀或腰去受力这样，所以它是漂亮又好看的部分。所以你们鞋款现在也非常多啊，对，非常多鞋款。那当一个顾客他量完之后，他选完鞋之后呢，不是马上就拿到咯，因为就像配眼镜的一个概念，那配眼镜，那你在大概我们会需要1个礼拜的时间帮你做配置，然后帮你做矫正器跟鞋子的去做所谓的吻合，然后再依照你个人的一个状况去做调整，就像车子的定位系统的概念。OK， 那到的时候呢，当你拿到鞋子要穿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专业的服务人员都会告诉你要怎么使用怎么使用。譬如说，这是我们会告诉你要怎么去使用我们这个足弓矫正器鞋组。因为这个足弓矫正器会告诉你说，我们这个矫正器呢一定要搭配我们的矫正鞋，就是我们的矫正鞋。你不能够把矫正器放到市面上外面的鞋子穿。其实。你放外面市面鞋子穿的话呢，它会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放进去之后呢，你的脚穿不进去，对，就很紧对，因为它的它的楦头是不一样的，对，再来它的宽度，再来它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一定要穿我们的专用鞋的部分才会发挥它的效果。OK， 那也会告诉你说，你穿足弓矫正器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去有自然的使用方式跟安全使用方式。其实为什么会有自然跟安全？因为你的脚在平常在穿鞋子的时候，没有这个足弓矫正器在脚底，你一开始在穿的时候会有习惯性的问题。因为而且这个又是属于2/3式又比较偏硬式的矫正器，所以我会建议客人说，你刚才在穿的时候呢，如果呢你穿了会不舒服就休息，那等比较好一点再穿，采渐进式的方式，或者是呢有的人他因为有每一个人的脚型他的脚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有的就是一怎么样就很刺激。那有的会很像抽婆一样，怎么穿都好像都不会怎么样，都没什么感觉的。所以当如果说很敏感性的脚型，我们就会有建议他你的第1天使用的时间到第2天、第3天到第14天的使用方式，都会建议他怎么穿。那怎么穿之后呢，我们还会教顾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咯，因为穿足弓矫正器不是说你穿的就是按照你平常的方式穿，因为我刚刚说的，其实我们的脚型跟我们的体型都是习惯所造成。你的习惯像比如说像日本的好了，日本人为什么我们大家
认知上面都知道，日本人比较多的所谓的 A 型脚跟扁平足。有的人会觉得说可能日本人是因为常常要做跪着的部分那就可能就是他的姿势影响到他的脚型，那脚型会影响到体型，所以我们会教顾客如何正确的站姿，如何正确的坐姿，如何正确的走路的姿势，这3种姿势我们都会教他就譬如说我们站的时候呢，就是呢不要站。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这样教的就是教顾客站的时候呢，双脚与肩同宽。以骨盆同宽也可以然后呢，不要外八，也不要内八然后自然放松下来做这样站姿。那走路的姿势呢，就是我们都常常都有一个口诀这个口诀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可是很多人都会不知道。这个口诀就是呢，用眼睛看马路用大脑来走路。是，对，因为有的人就是习惯性，我怎么走就怎么走。比如有人习惯性就这样，我就是这样走，我就习惯就这样走。有的人习惯走路就是一穿了习惯走路就是这样走我就是这样走所以呢，我们要告诉他，你走路的时候呢，你就是要脚尖呢要朝前，然后尽量就是11号字形走路然后坐姿的时候也是一样坐姿的时候呢，就是不要通常会让我们脊柱会有很大的歪斜，很多的情形都来自于椅子甚至家里的沙发。如果家里沙发太软的话呢，很危险。因为软沙发是脊柱的杀手，对，所以为什么很多现在的小朋友、年轻人会有脊椎侧弯，有可能绝大部分就是来自于你的椅子不正确，所以在坐姿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呢，就是呢，像如果我们像这个没有靠背的，就是你的要整个要再坐挺，如果有椅背的，就整个要贴椅背，就会让你以腰椎舒服为原则，所以这个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在教写给客人的时候，我们会教他如何如何教写。那我们也有请顾客观看我们自己有设计出来的教写影片，观看影片的部分。那我们这个足弓矫正器呢，其实它保固10年，矫正器保固10年，终身服务。那保固10年，你就是想如果这个保固10年，其实它换算下来，你一天或者是你1个月，它所花费的金额，其实不到现在的茶叶蛋也很贵，不到1颗茶叶蛋的钱。对。是非常好的，但是它保固10年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了解到了就是我们宏威科技这一个信息能石墨烯的足弓矫正器，这个鞋组，真的我们实际我跟老师都有穿啦，那觉得这个真的对我们的脚的健康改善很多，哇，真的很感谢有这样子的，让我摆脱那个拇指外翻，然后老师也有一些扁平足的问题嘛，对，好，那如果观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洽询我们的宏威科技，然后。那今天非常感谢2位脚跟足弓的专家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观众朋友做分享，再次谢谢总经理，谢谢黄博士，谢谢。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